们是饱受社会的冷嘲热讽。社会都说我们是一群那种没有男人爱啦，离婚心理变态啦。百年历史拢是 his story， 不是 her story。我是说，吕秀莲进监牢了，妇运恐怕会中断了哈。当时那个人民团体组织法是有成立一个妇女团体，有妇女会了，你要去成立任何妇女团体都是不可能。那就学党外办杂志，因为办杂志至少可以聚合人，凝聚志同道合的女人啊。我讲妇女敢有什么问题？因讲什么法律无问题？你知影啦？因先生若有阵有外遇的时阵，因太太就去互扫地出门，那囝老的那个财产老的，我出来就挫折。因为迄阵我根本都无性别意识，完全是一张空白。所以呢，我开始呢写法律的文章，所以呢一下呢就那我的性别意识呢开始呢，甲起因我就认真看咱的妇女心智内底，其他有性别意识的人到底咧讲什么？所以当我性别眼睛打开之后，就看了另外一个无同的世界。1982年，妇女心智 Awakening 以出版杂志的方式叫醒女性自觉。改严了后，决定转型成立基金会来推展妇女运动。妇女心知讲是一个火车头，意思就是讲伊是带领这个思想行较头前的一个团体，当初是唯一的团体。1983年的时阵，就提出讲性骚扰知多少，虽然阮的样本真少，但是阮利用妇女这个时阵，甲宣布出来，82%的妇女拢有被性骚扰的经验，这何其大！结果他上了头版。所以每一年的妇女节都是阮听个丢炸弹的时阵。我在刚加入妇女新知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社会是对女性有各种的歧视，包括国父纪念馆这些女性员工，她们过了30岁就被认为应该要自动辞职，因为你年老珠黄，不适合再去接待贵宾。我们妇运必须慢慢就要改革父权法律，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才跟得上时代。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走向立法路线，所以就定了男女工作平等法，就是2002年通过的性别工作平等法。妇女心智博爱路的旧会址藏伫巷仔内，空间虽然小，却结合思想甲斗志。妇女运动伫遮革命，百花召开。那里就是肉巷里的春天。三楼是妇女新知，4楼是晚晴协会，5楼是妇女救援基金会。规个妇女运动对遐开始一直萌芽，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从地上拔地而起的状态来展现当时妇女心知在一开始推动这样子一个性别平等运动时候的一种心情。这样子一个莫比斯环的形象放在妇女心知的旧址，那同时也把妇女心知的历程用文字刻在这个铜雕的面上面。妇女心知你好。我觉得妇女心知不是只是一般的妇女团体，它是妇女运动团体。我们就是在倡议各种的性别的法律制度政策的改变，借由这样的改变，可以让所有人都获利。咱对性别意识的觉醒，到法律的修改，到制度的改变，到咱甲国际的接轨，所以这部分这条路行来呢，若无妇女心知，大概就没有今天咱台湾在世界上发光发亮。不管哪个年代，我们都是一个几十人的一个小小组织，但是我们就是守在这个妇女运动的基地，不断的卷动各种的议题，卷动各种人进来。